梦游平台，相约经典，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我到罗文里两高头来担任今朝搿一台节目的主持。那么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来到一副舞台观看我们这个平台演出，欢迎你们，谢谢。各位大家侪蛮欢喜平台，平台呢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种曲艺形式。里有一个非常美的称呼叫江南名曲。那么来凤这样的水色呢，还是你上海人最欢喜的水色。所以说呢，这个两者结了一道了，可以说一声是天人一对，地人一双，距离别个。不错，三个我们到罗文里还是天人一对，地人一双，距离别。搿不对个。那我们讲主持讲搭档呀。对个，我们搭档是老搭档，让电视台主持过一档《山海经》来。是个，非常高兴今朝搭档老搭档再一次重逢。谢谢。那么因为今朝的节目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就迅速的进入今朝的演出。对。第一则开篇是由各部分得知张建珍到来的。这个两高头大家晓得上过春晚，是我们评坛的骄傲。掌声。谢谢。今朝呢，你都来开个头，为大家带来一首为今朝的演出特别创作的一首开篇，是我们主理的崔耀军老师作词的。对个，还代表了我们今朝所有的演出的演员，特别工作人员，送给听众朋友们深深的祝福。龙凤人家一样天。百年西民喜事礼，有请。龙凤神仙一样天，万户了3个世纪的老凤祥，几百品牌相听了半边天，十个来我讲理。老凤祥能攻强强知道上，进攻四座旗，君恩天。黄金当然把金马，
月龙一飞口冲天，好事都谋着，玉溪北老后谁？上之凤送花灯绿围，分vụ相聚把银里。龙飞凤凤哦，四年望，妃子青红，我身意百花齐放。美
下来呢，你也听完诗了，刚刚听的是开篇，啥个诗呢？玉心亭当中的一只叫我日金车。两位啥个意由？黄海话江山北。哦哟，搿个两位啊，唱点么子我侪欢喜听的。是的。哎，这样的也特别好。对，而且男双档啦，是你平台最经典的双档。对吧？你看的同乡档大部分侪是男双档出来的。而且黄海话搭子江山北还有个特点，现在这样的唱得好，里头个三嗓子特别好。哦，也对个。是的，像黄海话个三样的。江山北个杨振勇啦是个乱派。哎，最近听说把杨聪老师为师了海。对个，列多方面发展。所以呢，有请两位带来这个一位精彩的片头，有请。不按宾客府里的二娘娘搭红云花头啊，搬弄是非各之人。是个三娘娘不思岁节，拿着凤头金车，神不个动儿身法，实力都智不通改。来太太相信不相信？哪个小媳妇喊过来问？三娘娘难说你，一对凤头金车，一只男人打出去。男人洗了上缸里，只凤头金做了上缸底下，还有一只扔我箱子里。来太太这个年头，你自家糊里糊涂，你箱子里向搿只凤头金做也唔不个的，但我该打点的呀。但他不晓得，柜子里去拿，你肯定拿不出。两朵眼里白得我问题，姑太太，为一只凤头金做，也不看见着。这个些辰光，熏脱你两声。凤头金车还不离，实俺们疑心污蔑了，我把交代得过。做大太太随是搿点公平，柜子里去拿。二娘娘得了边浪才听好了海，也了动话脑筋。今朝你拿得出也难死，拿不出还要难死。拿得出，你是也拿得出的啊！一只么箱子里向，还有一只呢。不慎防，那么刚刚是啥个男人打出去了，在上缸里还是贴出呀，分析的菊花抽板了，推了4人身了，4五对针。假使说你拿不出个，你是也拿不出的吧？一只么搿不慎防的，还有一只么男人打出去的，你是也拿不出的。再想哈。现在只看见三娘娘拿着一只凤头金车了，让追过来嘛，拉他一口，哎呀，哪拿得出个家？哈，哪桩事体？我里我那个当口二娘娘嘎吱的，哎呦呀，青梅哈不啊？是也拿得出这个？哎呀，这个男人打出去了，男人洗了上缸里，这凤头金车了上缸底下了，还是贴出呀？哎，推了4人身了，4五对针，其实嘛是不个慎防的阿鲁，为阿鲁了，你想想看。老太太一听嘛，哎呀，阿为得把二媳妇实对是上智不通改。可媳妇进来嘛，拿着凤头金说，扎一把抢过来，不规则那手，不规则那力，应该那来边浪向。身体这一只嘛，随子柜里向还有一只凤头金车拿出来嘛，两只口一口，一口嘛，一模一样，实对是一对。把二媳妇说这个，不规矩，智不通改，面孔一白，做不义。哎，是不？三娘娘举止下来嘛，觉得不懂。今朝我出了少然话讲，门上看啊，不，小媳妇差在哪里？错了啥地方？密室几区开，把拿一袋凤头金车忙针地浪向擦浪一动。三娘娘在地上一口没。哎呀！哪一袋金车讲？这女的刚刚我不拿补太太一张，哪现在比2张子呢？弄不懂啊！不，小林为着金钗哪里来的？
对天毛毛高子打得蛮好了海啊，做工作了海得像王文九啊，哪里来的嘞？身段好得来啊，没来自高的呀，该不耍人啊！刚刚你心无当我讲的辰光，我还不相信，我还不怕兄弟，这个心无好，大一大的不可能这么种事体，我还不信了呀，那是哈子不信公司太太了啊！那个种人啊，真叫吹日无脚魔语，啥个讲句外香不离吹，外头看看到没得呀，后头里向做种事体啊，非要来面孔。不义，你该的好事。我看你为毛却都翻谁知你爱里深情关，想你修完多个无归门寻，你们不是大干山，想你赴死之境，负一载，把那些草兵上一代放。夫妻之人生绿水，你不该把我死的精彩去深深放，不以你好。娘娘听起个两句闲话，一个人这个青天一个霹雳。老太太讲啥？生活他清楚神不了神法的。今朝如果来讲个马不神法，家不神法，才可以。这个神是啥个立身了海？这个神是我得当得起的。做人，三娘娘老实的样，听到个句闲话，人也会发对。
初我只晓得男人骑到头上打出去的呀。现在的顺房水里看见，你讲我神不离，这个是眼分量太重，有关我一生名罪，我也刚刚欣赏的。啊，不，这金钗们后来。身也分身哎呀，赖太太面孔一红，媳妇讲得对啊，我应该先拿顺房海过来。问你顺房，你落得来个？那么再拿媳妇海过来嘛？你干不杀人，看你都两高头啊，攀得拢头。不杀我现在先拿媳妇海过来。现在已经晓得的不义呀不义，非要拿面孔举不通街。现在已经海里举不通街，等先拿顺房海过来。我问你，顺房，凤头金珠落得来个？你得一本正经。太太，有讲是个，去年3月出去的辰光，干拨我个，那么回去。顺房分错啊，东江干不离个。那么三媳妇还不错个呀，其实男人头上个呀，理都不错嘛，也比我错着呀。当个王凤太太冤枉媳妇举不通街，跟我还像补太太个啦。唉，对边浪二媳妇看看，侪是难不喝。在那边浪向耍个路，二路不能受昏脱。来太太做错事体还被人告不喝，怎么男人拿顺房海进来看，慢慢看。天香是叔叔，命顺房这个给奴才进来见我。真了太大夫妇啊！边浪天香屋里答应一声王真外头去。对。搿府上我一个秋子对下来个顺房人非常认得上，还有啥地方去着？现在对得门房间一口嘛，哎呦，搿门廊人哪里？让个门口。喂，门廊爸爸。哟，我打啥人嘞？天香妹子啊。是呀。门廊爸爸。顺房阿哥俺看见。看见过？我看见你脑子上车子了出去。哦，有什么？登看去个。妹子，你要登光头啊？脑子车子总不记得去吃点心嘛？没有就是欢喜说闲话哎呀，啥事体啊？这个来他到城里呀，还是买么子了？我带下子呀。不呀，不要紧呀。不是买么子，该桩事体你大夫录给。大夫录啊？大夫录给。妹子呐，你搿个闲话气人个。哪啦？啥个事体顺房孩子我不好做呢？搿个是算啥闲话呢？还是啥个我不好谈呢？真是啊！爸爸，你非动气呢？啊！你听我说呢，该桩事体你想不着个。你非要问，啥个事体？你讲给我听听看啊！啥个事体嘛？那金尺大不够，不能讲给你听个。哦，我懂得，不能说个。哎，金尺大，是吧？是呀。这不，你要当我刚子嘛，我受到外头去。嘿，这个不能说这样。妹子啊，哪么来画鼻子？哪家？我张嘴巴嘛，顶顶金的。哦。出名的金枝老爸爸谁是我？哎，随便啥事体，你当我讲了，再个分讲，也再个当自家讲。放心，不会讲出去。我再个你是金枝老爸爸。是不金。当然讲，不会讲。哎，阿晓得。来，这个人家都是讲放这个有。哦，有这样多啊！要细夸在弄出人性命来的。我的不能想讲。嘿，你放心，哎，禁止呀，我也对。不肯多说个呀。啊，那么这样，你先进去，看见顺房嘛，我喊你进来。你别这里啊，来他到城里呀。啊，晓得。啊，去吧。个禁止了，爸爸直播阿金爷，10头斤。看见对面来自3个人们已经喊了，哎，兄弟啊，来，过来，爸爸难说。有桩事体不能够本多晓得个，哎呀，讲点本多听听。嘿，这个爸爸，你这个啥个闲话啊？也是不能够让你晓得，也讲点拨你听听，啥个意思？事体进出实在都不够，张鹏都讲出去。爸爸，哪么来话比你山高头主播们收得紧的，出名的金子哦。你都主播当我一样金没讲点本多听听。
自家上自家端自家放自家有，非要讲出去，晓得自家一来嘛山高头天上子，那么山高头主播阿金呢，还劲个呀，看见五高头嘛拿事体告诉拨五高头听，一些辰光府里向了，大家侪晓得搿桩事体。那么看着，打顺方要好点个要好点说法，顺方冤枉啊，20头小伙子，三娘娘大姨大的，不可能搿种事体个，冤枉个。葛么也可能府里向当然侪要好了，总归有不要好，不要好嘛不要好说法。我们来这看出来的，你们打顺方同样的宫殿。你前吃后空，你哪能够活得落？看上去背对与人白里个腰盖，有两个还要脱得空空。你都看呀，进来三娘娘这肚皮也辣辣吐出来的呀，这个摆了个出来嘛，这个走得沸沸扬扬。出美女朋友带了浪进来着，杀人慎防。刚刚在忙里头胃痛的，去登看去。现在等他这个看着老回进来到门房间门，爸爸哟，师傅啊，进来的，进来的呀，老大去的，我去登看去的。哦，爸爸啥子啊？哎呦，爸爸把你写得肉麻淋淋的呢。看来不错啊！啥体啦？进来吃完来洗了该哇！爸爸，男人是欢喜说闲话，我们去登看去的呀。啥个吃西子嘞？因为男欢喜搿种西子。一讲起讲一样的。哪啦？一只凤头金钗啊！金钗事体哪样晓得？来，做得个事体总归有穿帮的一日个。来着讲，哪桩事体？搿么顺方为地少大金山光。凤头金钗刚刚发生的事体，啥现在门上人也晓得个啥？不要唔说，搿个三句话头欢喜介知识个呀！在外头就弄点啥个事体出来，好生让我讲讲清爽。爸爸，金钗事体你不晓得，我来讲拨你听。你讲，我讲拨你听啊。今朝我问来太太出名到花园里采八菜。采子八菜之后，再至汤氏让金宝哥哥喝药，1年时间发上昌在牌子个。对个，不晓得到茅台林边浪向，他们咱家这水里呀，草堆里向，我随上一只红缎金钗呀，谁啥个？谁啥个呀？哦，那么有些来盘龙里向嘛，前腔摆上红云花头，我拉树片，我啥个头浪八家发八家嘛，随时搿只金钗不离抢得起个呀，不离抢得起个，抢得起个呀。那么后来呢？那么有些那个盲盒之后嘛，我想告诉来太太去，那不晓得搿毛头里头胃痛着。现在等下子看嘛，我准备去讲给来太太听着呀。这个你现在没预备到里向去讲的。别在做啥家？不必难，里向才书的，不必。哪家才书的？你也晓得搿只凤头金所杀人的那些。位置不晓得了呀。红云被二娘娘一看，二娘娘认得个，你都三娘娘的么子呀？三娘娘的么子。那么为不三娘娘喝着哇？喂啊！喂呀！看轻飘飘喂么不事体的了。那么哪样？两高头一搭一档，一吃一唱，来太太门里搬弄是非，各知人。说个三娘娘不思岁在拿着凤头金钗，神不内顺方，神都治不通该。我要为了这个啥真的。爸爸！哟，少天，你好得了，少天。你这个一把年纪长，这个一把年纪嘛，自刚吃来自刚管。是嘞，刚才我牙齿也做做膝盖，牙齿做不是晒得光的吧？你不做膝盖，我有望的；不做膝盖，我有望的呀！不做有望的呀！等了该到底天地上面的，又不是我冤枉的，冤枉来他们一起讲呢，板上地上的。哦哟，真的。我要去讲不来，他听个嘞，望着里向，那么俺讲得清爽呢，下趟有机会向大家汇报，请听我答。那么听他一段诗以后呢，接下来也听一段唱了。啥个唱？景典开篇。哎呦，景典我最欢喜在。你得最欢喜噶？不
是好不的才欢喜，不是上不是才欢喜的。搿近代欢喜有道理的。来听听看搿个音乐，句欢乐啊。那么整个勾了个菜上了个档唱起来。对个，苏州人配的举了个杠，是吧？哎，一听近代，男人会得觉得特别兴奋，特别开心。骨头会得轻啊。到那个旋律有关系的。那么今朝为大家带来的属于近代开篇的呢，是上述平台头一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叫陈怡。啊，我晓得个，尹怡之呢是个学生子。对，你平台我当个同学。三四妹。哎，那么陈怡呢，因为你是个女上手，所以你特别欢喜朱三金老师的乱拍。那么这个一首呢，非常容易，让朱三金老师的公子朱一我的帮助底下，你学了个头看红。哦，看红是朱三金老师的纳税之作之一。对，代表作，代表作。所以我呢也希望陈怡能够认真学习，哈哈叫受身。据朱一我当我讲，唱得非常有味道。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近代的继承者。哎呦，陈怡啊，你呀加油努力哦，做个传承人。好，那么你掌声有请，播出加部分。有请。分。
从此为是凄凉。否虽是后根于你当时陪为听许诺，今日公布你是句句否认啊，不哈须是必哈须，几句非口非句，杀一大不从泪。大不是世纪下个默默不语，并太心都的呀对，他之美，终究是么色彩梨花，却与离。确实啊，感谢我们的老听众、平台听众特别好，对我们的千言一语啊特别的鼓励，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哎，罗文丽啊，今朝个节目我讲非常丰富，接下来搿只节目呢非常特殊，我也多交代两句。来讲呢？先交代两位演员，一位叫丁秀慧，一位叫于妮。哦哟，上海滩呱呱街的相当名片，视频得你专业上不相上下。当然。那么我特别要交代个丁秀慧先生，为啥呢？
因为李记是一位平台的名片，欢喜平台。李也是乐凤祥渔业公司的一位职工。哦。李今朝来唱俗语啥？一套被子2块八子。谢太。那么李督两高头呢，为大家带来一段我们现代作品《神枪木桩》当中的经典的一段唱头，叫《接轨》。有请。有请。忙中的师徒本来是对好夫妻，最近呢，因为思想浪向与之分析没发生之矛盾者，那么为地啥呢？那忙中一门心思要养好队里向那匹三匹马，是我呢一门心思要养之。忙中不答应，想想日子有点总要多脱一点，所以忙中坚持要养马。哦哟，那就使我不得了早，把子儿子领走搬过忙娘家一切，不家地不难看。蛮好玩，手脚半边清爽点。那这个忙中索性拿皮头铺盖搬进马棚里面，一门心思让服侍这匹三匹马。是我那回到娘家，今夜到镇浪向做这2只小鸡走来嘛，一门心思让养之。一个是一心一意为大家，一个是忙忙碌碌为自家。一个王女国，一个仕女国，两个人大海各归各。夫妻两人各一心，好比我的花开两边分，一个儿公儿房事为一天，一个是故事，三个丁儿讲新人。一个儿把兵马当作佛家班，一个儿把相思当作把后针，一个儿在马棚中呀呀动马甩。一个儿把相思口抛得像眼泪能。一个儿把思量切得云游西，一个儿嘛只是不心细，绝不娘相知疼。一个儿为养马熬人心好血，一个儿养之，哪怕负尽身。心说光阴用啊一个，转眼已有1月0，那忙中他已来，上把妻儿女带不准，
娘儿可爱人，为什么至今还不出家门？想想娘儿子两人妻子一个都爱这个，难道现在未必要走的呢？想走个呀？那么啥了不走呢？嘿，农家那里走啊？也来个呀！怎么啥个老不来呢？妈呀！这位兵马刚劲，里里昂昂一个人，狗儿一时片刻难分身。一个一想起这么500功夫，一个也想这么破难为人。哎，大概今朝吃在。那忙中今日牵马送后去，正好路过草高村，身边土房娘儿身。今朝么娘我去接看，不是也肯走了哇？啥叫是阿肯走了？等啊等子那下雨走啊！只有忙中一来接嘛。是我白子你子领走打个么根子水去。他们夫妻双双归家走，妈妈儿养得更精神，身家马壮。气下心，大家一看罗文礼佛陪我上来，谁晓得下来要听读书的？你放我啥？你讲读书当我不得干，侬一家头去包。是三话。今朝个读书当是一对双档，平台嘛。听子实讲新辰光的唱开篇，包括念诗，那么也听到评话了。今朝呢一个特殊的组合，相当大师。上首是我们评话大师金生八先生的学生自家作潘永邦，你都听啊，质量上当你金老师活人活义，下去有味道，你从小一旦长大。那么下首呢，因为今朝搿位诗适合男女双档，我们头里向的王伟凤。今朝琵琶复台，配合你潘先生搭档，小诗复诗，识读书，品味双档，男女读书双档，包公当中的一只当龙吧。不过王伟凤啦，你多放李公门啊，有请。这套一当龙吧，挂上去的，你那拉起来就说是，今朝后面的金屋才是呱呱去。包公得人去一个小奴16岁，雷雨高上，那么多人生一生，生出来一个东晋国太，回到东晋18年里面无太子，这个一场儿子废物，皇帝得幸，娘了神去，
那么要到沉醉去敬仰，该个就要借他以为着。当然，皇帝不是一个人去啊，辐射大了，一定跟得去，能够跟皇帝到沉醉的，才是不得了。各位有点少丁洋人，与800里行山往后一必须瞄准瞄来公家，后期后知不了想要，费容易了想要，死我往神龙。那当中还有一个堂盖，这个堂盖是南清宫的娘娘身不比的贴身乃是叫神灵。我一句闲话，皇帝到神追，迎去的本宫找到谁一条？因为他又是死了扑牙里抢，这一张扑牙不能把皇帝看见。本宫在外面打后没有嘛，地上向扑后状态。今朝皇帝到，大人在家。姑娘皇帝到里向见娘，为了叫太医出来，这个要先去问一声太医，大人到里向。过他娘娘的衣裳，保证一日起罪。包亲家。何日追来？圣家已耽误得未必。那么众位爱卿都来了。受此待哀家出宫。那行出面是公家，这个没办法。你身家为谁？他有死了杀人祸就是公。哪怕今朝他有死了菜棒棒里菜棒棒也是公。你讲不住。宋娃儿啊，媚娘，采凤为娘出宫。有什么？本宫跟了一年。过他娘娘出宫，所有的大人谁了头？皇帝下了头。说这个打出来是我娘啊！那从年龄上讲起来，那大爹娘娘和吕娘娘基本相仿。你可以再打出来一个老太，满地白发，满面追问。那可想而知，娘了给大爹，可我是啥个女家？皇帝看见娘么子啊，别个讲，你的母呀，母。他有3双眼睛看不出，但是耳朵灵了呀！一听儿子，那么吃得能搞真呢？所说儿子搿条声音，在老皇帝年纪轻的辰光，一时一样。眼睛侬激动我心灵，是宋娃儿啊，媚娘，采凤为娘受下。有什么？皇帝地上想泼一句，那皇帝还句，那皇帝一句背上将的大龙，全部举到地上，皇帝心上去，得娘跟水，2只手到了娘的心目头，母呀母，休怪黑日不孝，不知母日谁是谁此大难，孩儿泪水里。狗些人光过他拿不来，看看眼里他杀他嘛他，真是叫老泪纵啊！想得个儿子好口啊！今朝总算能够帮对，所以凄凉他实对个事。望着儿子龙头老乡，龙，几个老乡，默默还是好。长母嘿总以为今生今世再也不能与你相会，
哪里去想今日谁的此际，我们母子为能独行我的儿这个么谁叫凭我，只能表现得给他。这个头我是四顾说报得台子里想要得了的，啊是大头冲突，你往外公随便闯上，各种闯出来叫丽丽应声，女音娘亮，好呀闯得好听。边浪向刀工一看么呀，是俺客气讲话。哎，娘娘千岁在上，奴才陈琳见娘娘千岁，口请金安了。生来爱卿罢了，快快请息。谢娘娘，娘娘千岁。今儿个乃是大喜之日，万岁爷龙体要保重，你娘娘凤体也要保重。哈哈哈，张国儿啊，你已病身4首，谢某位钟大了过来见过他也。长官，我骂你这个不孝的追话，你枉为一国之君，今日把养育之恩休都放却，怎能为君？待等来着，到了军中开了开苗，把你的王位废了。白公一听哪得他，这么是讨啊谁啊不能讨，啥体为他的？一国之君方缺养育之恩，只听见别浪，哎呦，娘娘千岁在上，奴才陈琳有事启奏娘娘。神灵神来爱卿何日再来？这桩事情万岁爷根本不知，因为万岁爷年幼，立马无他子，这我说那神灵之理想不能说出来，上级立马随便呢上个没才是中山，那皇帝中山第二得来，所以呢皇帝还是中山，因此神明不能说。这桩事情因为是万岁爷年幼，陈琳害怕国外的势力，而这火烧冷宫过后，陈琳还当娘娘千岁不在了，错得个美头啊！所以万岁爷不知，要怪请娘娘千岁，怪奴才。牛来是此，啥桩事体来呀？哎呀，可是我有王子女知道啊！起手生了爱卿出来讨情，那么掌柜，开台生了爱卿为你讨情的文章，谁杀了你也不想。谢某位，你为你而不想。你早知为娘在此人居，为我今日谁来啊？皇帝对白宫了看，白宫对他一望一望，娘娘千岁在上，保证于日起罪。保卿家何日再来？朕保证分得退，谁此神罪？怕惊动我为这恶事，故而累死了。这桩事情要怪西怪保证。哦，你想手为你出哪来呀？
想想八公啊，八公，那个人对你王家真是彻底忠心啊！一切，乃保护我儿子。现在在老讲要停赛停难，我拿来停赛啊！再度来听咖啡要骂我家，那个来他能够拎不清的汉全不懂家。哈哈，长官，那么是看在包亲家的份上，少了你而不下。谁莫为？你可去想，你为这谁不行？你在的金地之上分得为娘之事，乃安达乃老公去看刘公妃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欺负你非不可，也看来他毕竟是谁的手。再说你不要忘记呀，你13岁头老农亲公，10岁以后你不但是内老公，当辰光那个刘娘娘拿你一手抚养生生的，这个根你哎呀爸啊，你哪我的没良心呢？但是我来听看，我晓得个，我晓得个。你到现在想没法想，眼睛闭塞盯在我老看，老想的上我晓得过。你这个李娘娘，当辰光刘娘娘啥样害你？你为了关照儿子们去口里，为了关照儿子们不要忘记恩德，要报恩。你哪对你发恨？你这个闲话是真的，还是高的家？才是高干。上天么落得完，我现在上身的，他有需要拿出他有奇葩2位，那这样一来，让大家看看我他有是哪样子一个人，所以这位做不大家看看，才是虚的呀。长官，哀家看在理你亲父之意，包亲家神人神龙神了爱卿可在哟，神了爱卿大王必可在哟，哀家要记他一用临之法，但王金币头来把了他他接到手里下，包亲家神谁受尽哀家命里将这大王逼狠狠地这打着佛的昏君神灵啊之，那是这样子。皇帝还当了，对皇帝当我头样没了。不公一动脑筋，娘千岁在上，神保证一时其罪。走上来，朕娘娘7岁降下一旨，命神保证之大为岁。可是时过至今，哪有神大军？保证于遥有故人，请为谁突围下龙袍？神保证大龙袍。意思啊，当意思，当龙袍谁个当皇帝？八公啊，你能够聪明的呢？我就不当你讲呀，我指望想狗渣渣当儿子，真正当了儿子，身上痛了我娘心里，不说的呀，就是牙齿肉痛。你八公个去上我领个，上一来，哈够闷了，哈叫狗家，是此。先国台，那么不公得皇帝门前，
为卿身家，退下龙袍，慎保证大龙袍。大龙袍刚一段落，请听我道。那么我来倾听呢上海平台头的青年优秀演员叫尚碧云演唱一首《金银山压响》，有请。
松开水。今朝的演出呢，我也讲了，非常的内容非常丰富。我认为有很多平常辰光演出当中比较少，譬方讲江浙沪这次侪全了。接下来呢，是两位浙江的演员为大家带来一段精彩的演出。上人呢，申请眼里花。这个两位呢，侪是于永先老师的学生子。这个一出呢，你都是代表浙江的。为大家带来一段《双之凤》当中的一段极其精彩的片段，叫《定情》，掌声有请。洛阳台子文笔镇，梨花江湖可见县家们一举称心，但是跟来跟去盯了这个县家看，那么来去想，堂堂礼部千金，这个一个年纪轻轻一个小伙子，现在讲起来一个小鲜肉。盯了这自家看么些家，哎呀，不好意思的了。哪位人今日的全辰光么呢？头浪向插个搿个一只珍珠白凤，不当心掐脱个了木箱板浪向。把了文笔中呢，谁知气个着。现在搿只珍珠白凤本来也想当面回拨了县家，这地拨了身边个丫头一句闲话等他们没办法。当天门神到排队场浪向寻着二马步。改名换姓，得祸福马上做一个世纪童儿。但是府里向3个多暗日，一直没机会碰头县家。哎，今朝得缺着。老夫人关着我的松花的浓绿浪向，那么文笔真呐，想办法拿着搿只花来。儿子，我写了个搿一只珠凤，把了花来当中嘛，借松花为名上堂里面见县家。但是县家堂里浪向住了个县家门前，表明自家的心迹，目的就是要感动县家嘛。阿有啥拿终身，马上可以托拨了自家。那么好听见县家呢，还感动，当然感动。你个心里想，本当原来文笔成这样一个人。所以马上拿自家终身托拨你们，会送一只珍珠白凤拨了文笔尊作为定情之法。
搿来文笔真东关注个，县将送礼物拨我，搿么我也要回送一样礼物拨了县将。搿来就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哈来哈去身边打开一方肉印来，大大声声拿出来，呈拨了县将们一如作为定刑之法。搿么呢，像辰光不早着，还是快点离开的，回到屋里向洛阳嘛，马上还怕美人来。所以现在呢，大家来嘛，也回头一声县将啊，县将，冬日期间，乡土众生，乡人珍珠百翁，时光不再，月生各是了。哟，这个搿定睛现在心里想，哎呀，感动了。原来那谁是洛阳山之粉笔针哦，为此我个终身儿来接，确定千辛万苦。小父母来讲，我心里想是来这院子里啥个人子呀？那谁是我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呀？这个海个人今朝来了我的门前，那么今朝的啦，我终身不脱，留下来我准备去脱个啥人呢？但是现在听你讲，马上要回转去的，心里想哎呀不舍得，一到不是个闲话，为分来就都被讲开个段了喂，所以面孔涂上加红紫么？哟，这个哟那个搿两年还要滑稽呢，一分开这样，一讲闲话3日3夜讲不光，搿么说到今辰光光为啥不讲呢？搿来么呢？一讲个闲话啦，实在太多子，搿句也一讲，规矩也要说出来，搿个长话先呀。你统统搿老三们侪一讲出来么，挂来了一搭，一句侪讲不出。所以现在两家头呢，你对我哭，我对你骂，四目相视，慢慢和心。西北两个人，我对你忙，你对我哭，哎呀，并计划辰光。现在钟表浪向讲起来，滴答滴答，60个滴答。那么并到二模样，文笔真相，还是让我先来开口吧。这样我一开口，先讲谁会得找我讲这个？对，哟，小姐呀！
还要再放30多天，但是好吃的咱不怕等，对不对？所以今天咱们把好吃的直接送到您家里边去。您想想看，再说一遍啊，咱们是海鲜鸭蛋，这海鸭子本身它是吃海鲜长大的，所以说。
事结束，请听我答，谢谢大家。罗文丽啊，你都只讲个话，男女来也只讲个话，对个话，是吧？那么浙江省曲艺头现在是踏实际头一搭并了。但是平台还是蛮兴旺，你两高头终于恢复双档子，两高头南马店，南马店这个接下来搿对双档了，比你个双档还叫南马，还叫南马，啥个双档？上首朱一岳，下首刘明老师，哦哟，结棍子那么我特别介绍朱一岳，今朝搿对演出呢，是李总策划，带了王总一道总策划的，所以呢台话是。忙是忙得了，真个忙上忙下，忙进忙出，忙得了后哒哒地。所以人派对忙得加钱起来。那么你台下忙不适宜，你讲我到台浪向去忙。那么因为欢喜，的确是讲，因为朱三金老师个工资嘛，离搿个平台个搿个基因辣血液里向，所以今朝呢，我让刘明老师衬托里，摆琵琶，两高头合作，是一位笔嘴金爸爸。哟，林在。请，国泰大学老板张春梅，现在辰光辣让自家安福路屋里向，坐辣让东南京上新市啊。三单关虽然刚刚成立，但是事体刚刚开始分结束了。李大该主管，我分定论了。最近上海外头的这个风声对我是不利的了，所有的报纸了、电台、新闻，统统是舆论一面倒，侪辣指责我张春梅要逼杀小单关。这个实际嘛是讲你结棍的，为首为头这个大话家叫方三九，搿班人侪听你个的海。那么，否则呢？我看见这个人还有点哈个，可不张春梅啊，这与名堂的叫真能可下，你不懂的呀。现在辰光我三单关的爷，得知妹子还留了上海不办，搿是蛮清爽，你都要联合起来干帮我了，要干我娘的三单关，必杀小单关。当官司这样便当，但辰光你多怪你多去干，跟我还怪我拉个呀！我讲起来，我对三单关蛮好，你这个事实是忧郁症，那现在蛮行的叫忧郁症。这样法官律师门前，我偷盘去赶落冬天，谁能保得平？不怕很多，那么再他一个呢？但是你屋里向个别公司了，本罗太太守得跟我讲，张春梅啊，你的屋里向个金爸爸太阳是靠定时做的，看上去这个女人你还不能让你活了世界上，将来是对你大叫不利了。对个呀，金爸爸等我是不出面的夫妻，两个人不是一条心的。平常吃得我个口头呀，你心里很伤我。正节要7块饭500办法，等了该打。平常日家可以诸此不地对付我的。那么现在三单关等我6年辰光，所有的事体啦，侪辣金爸爸肚皮里。但辰光李汤水出庭作证了，这个我同意了。本人家侪听你不会听我的呀，马上要用杀你的不够的，外头舆论也侪吃不消的呀。说个张春梅个女人谁也死的，刚刚死脱个三单关，啥现在金爸爸也死脱了，这一步为凭，一步有气啊。事体讲你太严了，那么你不信我太平呀？夜里那哈西没会动南京了，一动南京会远了，那出来动往南京来得快，
让我骗你，你两家头出去避风头，难不得扬州乡下头自家拉高，我们买2张船票送你去。可是接着你跟我上船海了，阿长出武松口到上港3格市，我脑里学得脚背上来，趁你不注意嘛，好隆中往正上港里向一抬头呀，实际嘛叫洗得干干净净，死水也来不着。李希特我定心为上海家政妇孺，但是今朝日节要霹雳了，要叠张面孔，我要用挨当了。哎，杜金啊，张春梅这面孔两样子，金爸爸坐到旁边，让他看你个面色呀。小单官嘛死脱的，现在你阿拉那动我个脑筋，晓得我张嘴巴了看不来。如果说实际没有个张春梅逼杀小单官，我再一出庭，当庭作证，张春梅啊，拿死了为的。那么金爸爸了哈呀，你不晓得拿我身上想动啥个脑筋？啊，老板啊！哎，我跟你讲，哎，小单官嘛已经死了，死脱了。李希特嘛，你个山东的个朋友们来，西关子还关门， no， 哪办你？ no， 哎，你还谈上不闲话？啊？上海来自上海嘛，你哪能弄来弄去搿两声，我听见是难过的嘞。你要你死着呀，无所谓着呀，哎，不管个。老板啊，哎，我上海来自年数上不少嘞，搬出去还要开台个了。我搿个口音了，总我改达不出个，是吧？改达不脱算了。上海人们讲哦，阿拉扬州人讲能，外国人讲yes，日本人讲好了，唔不上海胃口呀。杜金啊，哎，现在呢，我想清爽啊，从前日节我好像谈得你不好。自从小单官死下来，我想来想去了，是你杜金啊谈我顶哈。哦，老板就是讲死脱一个女人嘛，侬现在清爽了。我清爽了呀。哦，搿么死脱2个女人还要清爽？搿是讲你清爽，侬哪能要得我搞了？杜金啊，我得侬讲，连下来我要谈得你哈，你放心。我对我好了。哎，我总会等你两家头哈哈叫过日节。哪能过日节？杜金啊。我等你是同居夫妻，日日过因果，假使到今天我才清楚，想你是真情真意待我好，张春梅你居然不识哄，对你头脚相交脾气大，是今日单官离死去，他姊妹一个发我西关么来歇业，一家那汉狗眼里只让你我。杜金啊，哎，我辣想啊，侬想的啥？想点啥子啊？侬听好。哦。我以前的错误一从今改，与你金爸爸。老板哪能啊？当你把对个打了，你呀夫妻好。有点像周老师。现
在侬就是讲老早错脱了，错，我再讲眼睛瞎脱个了。侬重新改过了。改过。那么要等我要好了。要好，我要到侬白头到老。侬讲好伐？不晓得。当你这家新优秀同居夫妻，还是哪个脾气我不晓得。你是嘴巴浪向一塌。老板啊。哎。哦，现在清爽了是吧？清爽。哦。哎，不过呢。现在个档口啊。现在怎么样？我要出去避风头，上海我不能等。哦，侬到外头去避风头。要避风头。哦，搿么好头，老板侬走，屋里向光嘛。不，我看我的。你还要去避风头？我还要避风头。哎。老板，我去避风头这个样子，我吃过年夜饭再走。一时快来吃只年夜饭嘛？吃只年夜饭。事体要出个人呀。不要紧啊，我来。你呀，10岁就走，马上就动身，你今朝就办。今朝马上要办。今朝马上就办。金爸爸晓得你脾气的，你说的也算不也算，反正也吃上我这话。现在你说的我从前错我从今改，侪是假的。搿么老板啊，侬真的要走是吧？要走。搿么好个，搿么我去理包裹啊。理包裹，你等于先到16铺，赶么搬轮船还来得及啊。送轮船啊？到扬州嘛，坐轮船呀。哎，老板坐轮船我不去个。啥体啊？哎呦，轮船我不坐，我要坐火车。一火腿推得来，火车跟轮船有啥个区别？两样哦。两样。我讲是坐轮船，我在船浪向，在船浪向开出武松跟外头，蛮好了。到这个3加4个辰光，我偏到甲板浪向往中上港里好龙啊动，我老去不去。张成梅哎呀吓个啦！我个出老结棍啊！我想点啥动啥脑筋，你倒还才晓得个。多金啊！侬哪能会上搿能想？我刚刚算得得你讲了呀。我现在得从事两样，我要等你回来做老板娘，我要等你白头到老，你还是晓得的呀。讲来讲去搿两句，搿么一定要走。你上去礼拜过，我等了搿搭等你，你马上就动身，或者跟人家得呀，趁热打铁。没办法。逼了浪手能走，到楼浪向去，弄出一只包裹，里向没啥个行李，短衫裤子，打个些网针下头来台子上一放。老板，来侬看看啊，我里向啥个么子？张春梅，哎呀，看用不着，人没13点，脾气倒蛮硬个。董卿啊，我跟侬两个人是夫妻呀，侬又不是佣人。哦，不要看点啥了？要看到了。你清爽看点啥了？哦，不要看了，我懂了，是吧？人没13点呀，脾气倒蛮硬。那搿点钞票，魏董卿啊，相对关搿点收拾了老大。收拾没得了，收拾没得了。我这个理疗这个行李侪拨了侬了。理疗行李，你通光拨我一根理疗，一只梳皮，搿个是我传家宝。今后骗其他三姑娘还要用啊？没了。那么你搿只身家马，辣老凤祥店里订个3克拉个专家呢？金宝宝像搿只3克拉个专家辣我袋袋里，为啥我发拨你？我有道理个。因为留下来要打官司，讲你张春梅必杀三个单官要用钞票，请律师也要用钞票，钞票落得来。搿两个实际面还是空的呀，所以搿只专家妹妹叫闭忙特子要打官司的，我扛辣袋袋里发拨你去。老板没了，啥个专家？什么？哪能叫没了？小单位自杀个辰光，来到窗口头伤心啊，一哭啊，一样物事在网上窗口外头躲。在网上窗口外头躲。没得了。搿么专家呢？专家都躲脱了。啥地方才来了？派头这样子哇！3克那个专家讲躲脱个。没嘞。搿么张春梅也相信呢，得相信的呀。搿人外边做了么专家压力啥体啦？那躲脱是啥地方转来了？没了啊！草眉头，算了。搿么要走啦？要走了。我妹妹叫我走个前头到小单位讲两句闲话好吗？你就是花头头，人家死出来，你对你讲你不晓得。不是阿拉两家头日辣一道蛮要好的。呀呵，我来讲两句哦。快点！客厅里向有一只简单的领带，一张照片挂好了海。金宝宝倒是真的非常伤心。单位啊，今天我要走了哦。阿拉屋里向本来3个人，
侬现在了比2个人了。哎，2个人。那我今朝回扬州去比1个人了。作业啊，1个。就是老板啊。哎。侬夜里向困了来陪陪伊。哎，谢谢侬好吧？侬叫你转来啥天？老板，我想侬1个是冷静的呀。我要一个出来来陪侬啊。哦。我老实跟侬讲啥？我才看见你个照片，我吓个。不要吓，根本我刚才想走了好吗？快点，侬就是啰嗦。快点。好的。这面孔也拿出来了。2只眼睛对了这个张，仪容这片，眼里要出来，单位啊。
称心搿对面个金伯伯个喉咙哪是干哈个了？那么张春梅和金伯伯两个人从屋里向出来，张春梅拿出门，夸夸一锁，那个地方看上去我暂时也不来了。一部三轮车今朝算带厉害的，不如电车，但十六铺下来，张春梅到码头上一看嘛，那么讲的，大概前两日天大风，搿只船不开，今朝开船，搿票子全部卖光500了，那么难办？张春梅一个圈子端下来，总算人头熟，弄上一张黄牛票，搿辰光黄牛都还有嘞，哎。一张是一张，让你先去。往时过2年，我可怕我洋丁大兵一样，但扬州乡下去努力批出来，说起来快点快点，老板发避风头了，4天过去风平浪静了，说得回去做老板娘，你根子走来。那么到外头嘛，去弄弄杀便当一样，只要你死，我就太平。杜静啊，哎，老板。那么真的不巧了，怎么样？今朝票子一张不只弄上一张呀，只有一张票子，只有一张，根本就是讲我一个人走了。看上去只好侬一家头走了。哎呀，老板，我一个人走是侬这个机会错过了。吃了一路冲个馒头呀，哎，我懂了呀，不是杜静啊，你到现在为止，别这样想我了。哦，哎，我跟侬讲过无数遍了，我想唱歌这个了，跟侬唱，我总归要得你跑头到老海，你晓得个呀。那侬再回来啊。再回你上去，我来送你。好的。哎，看小单官上手，夹票进去。金伯伯，哎呦，我吃力得啦。啊，为小单官寻上我啊。金伯伯进去，搿只手，搿铁板算来人，慢慢叫了让离开岸边了，那是张春梅得意呀，心里想明白个呀，你金伯伯搿趟妻子不会转来了，你要死子呀，你不可能活个转来，你只要一死，你都当官司活个看。就没了，真人不了呀，那么随便我们喊。所以张春梅现在辰光看了搿只船了，让当如意手盘，哎，不得讲你喜鹊花边呀，金伯伯个命肚里死不脱的呀，得还半路上马上回转来，留下来10几枚呀搿金伯伯勾头出庭作证嘛，张春梅啊，你要死了你到水里，到底呢还么？你初4你人民大会堂会要上了呀，但是我再讲，谢谢大家。你接下来呢，要听一段南上档的单唱开篇。啥个开篇？江相湖，江的和张的个合作。哦哟，大富大有个，领个呀。是啊，这个才是我们平台的男生当中的2个著名的流派。大家特别欢喜，今朝呢是青年一代，我们头里向的玉水的张炮手神王神，特指玉水的江炮手神侯先生为大家带来搿段江相湖。林香
另外从容积极训人工人上风让下恼怒了李头老乡气的想那时子去给吉祥为对明他去日飞啦切公明老夫必须杀人空日成王后送马头一声今世里我却举身下真该心老将是举飞来路把相日说因公大头伯玉珍宁拆家双小下人与那相夫一众门下客纷纷习作不平民都说的离谱是将没无理相国为真反而是欺凌也为身让为后因而吉祥日他太太下妇女情义两三生相我两确心话欲为怕怎能够夺取离谱老家军都这位离谱为家我为下所以人情不该把杀不清上一道而后真不举身将小帮不心我们却因
应该把那受罪为送恩友亲，呼呼也离谱分意，心在归。深深是只会我身背负经常清水到相府去，上归不起，在中定相日时，既不下那来风霜水。才无起长日不法的你们身，将军您三代宋人功劳大，东堂西瓦不知难真，乃是前天是一根，立国之余已经为你两三分。想我是门与头教英人，风为相但愿得我们同得与同心，爱把定不为利民。老将他是分意，虽不胜开口已把相不成，我不该鞠躬是我真各位，更不该来搂把他称王爷，真是你们混哟！谁杀生？
说非异乡宽容细水受了凄催大水神后归于阳明宋金我牛相国为问君有份有无报齐困不得够青丝手送青丝手送反够心确实是辰光关系，因为下来会有精彩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只女生流派当中大家非常欢迎的、特别欢喜的离调。请出我们上海评弹团的优秀离调手神陆金花为大家带来一曲《新木兰辞》，有请。是一马莫来是冰冰太溪水山君分可爱的兵子遇见冰水射手呀，福大儿，莫来报兄长我是恨切归是女郎。上比西是马，牛将那军飞，偷去
松庄，等谁10岁上头去，对某荣军一起呀，这听叽叽往后接，一头忙河水上，比古龙龙，谁我真说风历历荆棘战，风日第三只江楼，压马王强直大荒，为谁非礼是非斗？天是血印黑光，这是你谁最谁？归来天子寿命能大，测询12者，上司不提强，莫来伯牛上书拉，牛在明头千里走，送儿在为故乡。爹娘分女来，吃过相夫家，最几分美来，到李红庄，写的分鸡来，花后浮月挂，某大火火相知呀，一家是妻杀迷茫，开我东国门，收我西国耍，吞我周日白，张我举日上，当初李元斌对镜贴
听众朋友们已经播报至上游了。哎，其实你两高头喊下去上来也别上来了。那么你2人下去吧。哦，没，我那真哈意思个，马上喊我下去，让我讲一句闲话啊。你单老师吩咐，单开生老师吩咐，今朝呢是单开生老师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脚。因为单开生老师一生的心血出版了一个真治他的译册本，上下2本，今朝正式出版了。哦，搿只广告做得太人欢喜了。啊，这个。哎，那么大家欢喜的闲话呢，如果是你到将来的你相应使用，我在今朝实际该打，你都在喊忙的，这个广告版要做的。哎，我你单老师出的是译册本。好。那么广告做脱的，接下来呢？余请3位。对，我非都讲着，余请3位，有请。我先讲正八月50相为牛，现在举世已毕，你使他玲珑中华的作用，神采我先讲金花有上只后手类，后手类里浪向是一桶盖，当中还像6手所唱，一个分前后2式，其实他也接过来了四面的方船中央唱起凉风习习，相逢破壁，可是真正适宜了。青山家随意说啊，一方面关着松茶自然。么啥人松茶呢？不是别人，一品王凤方清的娘方太夫人。那么老太太10刚多的身高，今朝肯松茶啊！一个人家吃一日背一日。现在我们欧大里向设一个松茶的佛母，那么今朝昂山山在的烧香为女了，太太得胜，说我儿子南阳里的戏，昂山山才会不晓得了。哎呀，可是你为了空白为想，也害你一生一世。所以今朝要给机会，搿桩事体要到你说清爽。啥个机会嘛？最松茶上流。所以呢，太太现在风姿所伴，一路金花园忙正后茶里方向了过来。想想我，从前了方向夫10刚个身高，今朝沦落到个松茶的坟墓，虽心甚以其身佛。做空杀，非是仙，对我罪呀！他们两的眉梢。随其中，一人心酸两泪涌。他们不两枪，乃走至围栏路。风沙步，府内10余中。想当初，府为天官翁作相，我们高明是王峰。大如今沦落一门欺负动，我是恨杀那奸人也中2倍，问知悉与石鸡拉龙，十里姑娘心太凶，狗强盗大酒
内放相公，大如今只落得母子相梦，谁梦闻能中。可怜那一说公用一生女，他们至今谋在沟当中，变的生死一朦胧胧。沙丁丁我也是临边的中道名义谁，你们临配他们最容密的是多以来给越东风，那夫人他们心急急泪涌涌，意悠悠恨融融，上绿绿一路不从一路打雷了，过来个茶盘忙正茶几上一放，水里疯子一杯茶嘛，哎呀，刚刚想得蛮好。那现在真呀，送茶不能熬三三在带里门前了。这个家里向随便拿开不开，故作勇气嘛，最得熬三三在身半边。怪妻间请用上。生产个姐姐啊，给了红花开朗，对俺是让上风景。这可见食堂里向荷花盛开，人风野野，真漂亮。哎，听见有人送茶，便是这个来不不来着。啊哟，老娘娘泪下泪。你老是吃开么了？他个股心跌到喉咙去。那趟是出来个法，我这么12个地洞走走，为何？见我说老娘娘，听得耳朵里面，只觉得个人心满意足。中当子来送茶的是来不不，不过对了一看吧，不是该，而且不认得，50多岁又来他，虽然身上像粗布衣裳，但是打得清清爽爽，扎得孤孤零零。哦，冬子。大概庵堂里向人手缺了，安香林来帮忙的，可是要客气点个，所以临时改一声老娘娘。搿么呢？他听见说老娘娘心满意足嘛，他起码着吧？不呀，我现在耍个什么呢？送茶个服务叫我说老娘娘不容易是吧？那么娘娘这个称呼大家晓得，客户上客户下，一般生意生活当中。开饭店个开店娘娘，有些菜场里卖鱼个卖肉个卖肉娘娘卖鱼娘娘，那身高大上去个是不得了。皇宫里向皇玉娘娘、太玉娘娘、观音菩萨也叫观音娘娘，侪好叫娘娘。所以讲我为啥老娘娘们心里蛮满意。为几杯茶，这为啥？哎呀！但是我一听黄山山在讲闲话，我们讲点啥呢？少讲。茶盘一弄，一路了老乡，一面了忙着外头走。口里吃气嘛，现在这个大奇怪。哟嘿嘿，阿弥陀佛，还三姐啊！送礼的来福到哪里去了？儿子了乡下生病，为主去服侍儿子噻。这位老娘娘是哪里来的呀？还是这个来他不啊？识得来的。
你们哪写得来着？哎呦，现在得来讲呀，前两日听么师傅当说现在嘛，正偶上来相相为牛，那么还现在嘛眼勾人杀的呀。可见山门上一人坏人嘛，现在心里也不开心的，做落空嘛，去卡卡身上了龙龙勾人。那么天也不够呀，两手山门卡勾人嘛，上下弄得一身厚。我说师傅啊，您吃不消完，但在松树地上下稍微些了阵阵风凉吧。哎呀，还是这样，天雨不测风云。真呀！谁叫巴啦啦来太阳，眼睛一闪，乌云密布嘛，这些了神的雨子呀。那么说师傅啊，快点得来进去，神的雨下来，地子脚头得来，像来的子上一扎，你光浪的一壶汤，他吃不消吧，啊，塞得来进去吧。正要围进去嘛，听见啥哭声音，把手上来一看嘛，看到前面了想那是这个来他不？哎，弟弟哭哭嘛，但是呀，事情都见神仙了呀。那么师傅当我讲，啥几句呀？根本当事人光我谁提醒我师傅讲，我说师傅啊，各种吞来毛的人了不得。哎，举世不举是雨水的呀。师傅也是俺讲的呀，啥叫做举人一命嘛，生日几个路多，七级飞的啊，七级飞的吧？七级飞的几个路多，声音差不多，意思都两样喂。哎呀，还谁叫我的句子尽量不叫还不相猜，家里做点事情泥龙肉吧，来得出国。哦，哎，一日三顿饭送来发特白，一夜到天亮。一个梦啊不肯做一场嘛，我可想着想什么啦？嘿嘿，搿啦他们分析进来发布啊，说的亲进来个祖宗。哎，二太，哎，像老娘娘你没脸，你也可用试试。小姐啊，千万不要上当，那他们已经不都计划了呀。但你师傅同意的呀。上来几来点得来，来看看你师傅看，三把棍杖，像牛老虎上一阵，来看看了他不看。年往几岁嘛，实际上戈壁站上一扎，来看看看，来看看头上像一点个白头发，来看看你师傅看，怎样？头上白头发一点点不干。你们是光头呀？对个，光的白头发白头发不有个是。总之一上嘛，几来点多。哎，二太，这位老娘娘，她有何些事情得计呀？当然我也问个呀，我说了他吧，哈媳妇是哦哎，说天神仙了讲，那么你等我讲开，你有个多样儿子。为非得襄阳的河南，为非得河南的襄阳，半路上有个地方叫南阳，南阳当上绑着强大枪，啪啪的一得杀脱个呀。杀脱个！小姐一听啥么子？最近南阳带上下实干不太平啊！谁叫我表弟南阳女的，说后家各位老娘娘的公子，还让南阳带上不讲的配杀脱个！哎呀，可是我不能不管着，我今朝也问问清爽，回出去甘肃阳让老娘搞出面，为同志襄阳、南阳两地的衙门，首先。不夸都得让南阳带上下去清点一番，非则是出门人也苦杀着玩。哟，二太，哈谢谢。这位老娘娘的公郎，他做后生利的呀。搿啦，他不服气，那个儿子生意没会做个，做三样生意得来。哎，三个行当。什么行当？三个行当嘛，就是编戏个设置。卖马鞭啊，后来么做饲养的。那这个路多呀，做三样行当，编戏个设置，根本毛设置个咯。毛子设置么，那也去毛马鞭子的，毛马鞭么，肚皮里向不分在的，那也去做饲养着叫。一想嘛，哦，莫非是三人毛鞭是？是呀，嘛是编三个戏个设置了，马马兵了做饲养了。哎，这乃是读书人的危害呀！哦，谁要读书人啊？哎，啥头皮洗了他不？啊，
去，那个也去，读书人嘛读书人之外，当上天看家，哎，我们弄子三桩行当了他。哎呀，自家肚皮里向好做事，已经听不懂，我不人讲打天看的。许此嘛，这位老娘娘的功劳，她心神明锐家。连儿子嘛，介绍的我记得个，啊，欣赏是忘记脱了。想这么意思？你是他王呢，只要3年3月想不清爽的。别个再讲，连儿子欣赏嘛不晓得，连到男人欣赏的我还记得个。细叫写出来，哎，否则那是动心的呀。哈，哦，也欣赏儿子也欣赏。搿点你也不晓得噶？哎呀，根本光老的吃家人了，不教男人，不养儿子，是一个非常搞不清楚。不体会的。哎，不晓得个呀。啊，哎，姓什么啦？姓是姓个天有地，叫么叫个云台风。外国人啊，这个弄子这样一连串的名字。哦，再一想动子，大概是苏家韵。讲出来3个字不怕用上，再有一个不讲出来的但怕用上的，那么让我想想看。天有地，姓方，云台风尘，哦，叫方尘，哈，方尘的别地呀，自家个未婚夫啊，你个儿子方尘。那么我的这位老娘娘，就是自家跌跌挺挺的杨氏舅娘，回来个葡萄桃啊！哎呀，想他该他们一激动呀！哎呀，妹妹姐，不对了嘿，世界上像同名同姓的人来得多啊，更何况你个方群，等我别的一个方群叫因动词不动，我别的一个群字。是家乡风群的群，而另一个群是云台风群，群众的群，无非明白实实。让我再问问清爽看，这个我老娘娘喊进来门，哟，二太，还是家把老娘娘请进来。姐，来人的去，是让猪狗去，我讲为有。吃之后后手去，两个先在旁边去训话干。哎，我有话东问呀。有话平时呢手艺话。手不清爽的。这个半夜里个接起进来，用不上个手艺。是呀。不，人家有句闲话讲，香火赶出和尚，现在又是法布赶出我师哥，认得我是。那他吧，二太，非要开着玩，非要哭着玩，今朝开什么来干人在？啊！现在课中来讲来进去，多磕两头，就多讲两声好三讲，谁讲水都哭唱。可是你留下来，随意随便，贪谁杀坏谁，不大家都正法。哎呦嗨，我的家等我困我去下来呀，不去菜里。哦，小姐好虎内无人，经理呢？是领导里向举我去，这些讲什么呢？举我去啊？哦，可是不来。那种外甥三讲，我是那舅娘，儿子不能让，那就是我的心腹。我打你一句了，你也吃福的，举不能举。小姐，可能开在内无人，年纪老了。千里行而至此，惜灭了吧。有老娘娘不必多礼，多谢小姐。哎呦，搿来差不多，我也不想干。这样一来嘛，一个对谁说话头，你们别这个叫老话头。小姐，后府内夫人到此。不知有什么事情呐？有老娘娘否知后内。是啊，必吃后内。有老娘小姐。
拉门我后头是了罗里个府，那么我们哪回答呢？假日开封府5个字都答对了，开封府3个字想出太难的，那么集中4个字吧。那才有学问的人也吃力了。回答问题，你每个字要称之分量了嘞。开封府所。爹爹心儿痴痴琳然，口语真相细，哈不下落。命该如此，谢子。听李老本该打一清楚。今朝他是第2个人到娘来门，可是我沙沙拉拉4个字，那叫细心细食，死特真多老的。外上3条门嘛，不能上讲，只有5不知吧。哈佛亲切，须此下中。神梦失落，不开谁的？神梦归期，相逢须写，相逢须写，真是哟，老娘娘。后生是太平双，一门一君子。门得太平上，我他是不想得来讲咱们4个字，素不相识，不认得的。现在我要替你讲下去，第24个字，李庄不遇。李庄不遇，哎呀，小叫听着开心啊！可是别说这个。方相府的事体，你肯定晓得；方家母子的情况，你肯定了解。快点让我问问，也想问。哎呀，边浪向屋头水塔在了啦，特别是个女水塔，搿张屁股实在看不来。但外边也手出去讲的呀，哎呦，说起来这叫呢，搿相思病是万分头根了，看见这个后头来套是门上门头，哎呀，难听些。这个。换个地方避开篱笆，等
外头一口呢。哟，老娘娘，姐姐，可也得四行干过，那两一位。李长不有4个字起之作用者，让我们的市场赶过去扎台，要去当然要去。贤子有心，乃无人担得奉陪。贤子请啊！须知老娘娘请。你是他分龙都要讲的啥个名堂？我来听可是你手了，市场里的才听得懂三桩事体。你台浪向讲的是中专院，所以你都听得起来清爽。当时我小姐得来他大三讲个河南闲话，个光老的你是他呢，标标准准个湖北人嘛，一三分弄懂。上刚子一些了，两个人摆着，他就讲，到路他去讲。四行干过。来别讲，市场国啥子到现在，小姐分级不相过。是。今朝晚说啥子话？等你到来领了啊。不惜奉陪。用不着。那么阿家妹子说打得起服是不是？永不说的。这样的老太婆，倒想不通，说老太婆都有啥点魅力？老太婆，小姐当来到市场逛逛，讲闲话啊，这做啥事啊？不管那个事体，别还是提出，啥个不要再干嘛？思考起来，压不里多牛，可就是哪里大个？老太当然写出来个人啊！你都说个不要里起来，腰屋里为多肉了，我个米大石头哈开，搿是不关我事。贤子，请啊！老娘娘，请。忙进市场赶过去，西带中曲，片头大肆结束，谢谢。